来观看，田灵娘，魏大哥，哎，魏大哥，侬说啊，娱乐那可，是了么算了，我这么想开的，侬不是还有强根吗？强林少年，当啥去嘞？强根年，一道去嘞。啊啊，魏大哥，侬吃坐。好好。哎，强林娘，强根今年几岁了？12还是13？14岁嘞。啊，14岁了。哦哟，好讨老婆在。讨老婆，家里的关税咋还没还清？侬是中保人，可是瞒不过侬个。哎，我去这边关税账，我这个中保人头都给变了。不过账是死个，人是活个，侬好想办法个嘛？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五地，好买个都买光了，要么还有两杆破草哦。强丽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，侬不好在秀身上当孙门我。有啥个孙门好当呢？强丽娘，强丽是一番言，你苦累着年轻秀在身边，他不人家手介绍八方，穷人手几位那边，寡妇在家是心肠事，也没有什么不体面。你藏着多帮什么钱？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己，真是懵懂少自己。在家寡妇能挣几个钱，我一家生活都靠他挣干，我不常不耐心。强林娘，寡妇在家是不值钱，我倒有个好时间。曾经通过把白来走，个城里姑娘大多分家到山间，强林娘要是强林少兵嫁过去，他远出在里，上80千，80千是80千啊！
还了过岁钱，至少剩下27个45年啊！我以为寡妇在家发热情，想不到你肯出在80斤。我娶亲还长好5年，这倒是个好事情。这是你媳妇生来命不好，女在身边要回7天，骂掉他换来一房新鲜度，而不是外婆老来天。可要是你不肯你，如果啊，真要弄得一群我拒绝，通知何老老当小到门前，砰砰砰砰三斤花轿，轻轻松松来进啊别啊！狗老老个人到底好不好啦？哦哟，狗老老个人啦，喏，这是同志金丝灯笼，这是行啊行不？这个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。那么几时要你呢？这等侬一句闲话，明朝就来对你。明朝，哎呀，明朝可是太快了呀！哎呀，贾玲呀，这又快又好，牙长梦多。那么钱呢？来，一岁交人，一岁交钱。好个，给一位的，哎，给我去噻啊！哎，去噻，最好啊，最好。贾玲呀，不可转来风声我啊！我晓得给我个，去噻啊！去噻，最好啊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最好。才马家别进高官，女子是家母。听里说吧。魏大嫂，打茶。哎，好，好好好，好。魏大嫂，哟，强根嘛，比土地噻。前2年魏大嫂不出个来啊。啊，要么叫别进高官，女子是看来遇事要咋嘞？娘，娘，姜根啊，牙丸已经烧好嘞。哦，娘，吃牙丸嘞。不吃不下。娘，吃药丸了。娘，刚才魏大嫂是不是又来讨还债钱啊？是啊，姜根，乍月比月近，你家是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刚才你魏大嫂倒是出了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你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，轻点，轻点。何家傲，何姥姥已愿出，可以接你哥哥还账，还可以接你讨老婆。娘，你不对呀、嫂嫂她肯去嘛？轻点，轻点。过意肯不肯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啊也要去个。我要告诉嫂嫂去。侬要是追来了风声，娘一倒追，我打死侬！哎呀，
江根啊，娘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见你孤孤万丈，见你讨老不？我不要。哎呀，弄，这个静下，从此苦命无子，方这指望，我是步步能到老，步步嘛我能走，见我还能我能熬。苦烦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小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招摇，许多事被逼无奈再婚结。
愿做你做了他，千金重担人啊。不差你不惜心，他祖宗将我去卖娘。看来是不平他为现在嘴里，总算是说服了自己一个老啊。
那大厅客堂厢房一点都没动过啊！这时候的，一准备起天来，要推到你这个蓝鲸才为好人。太太，你年发过短工啊，是忙发过来的。这设计在我祝福里，侬晓得我的。是啊，我个短工们总是淘气，这短命个为老婆子啊，没事情没来得个起劲，突然寻个人嘛，连银子都不见晒了。唉，娘，嘿，娘，请我寄个铜钱，我家花呗我买花炮去。哦，你短光顾着，连你都想不成嘞，我还没撒个花炮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娘，我自己去买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多去，多去。太太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早睡得怎样？只有半波道成。啊，只有半波道噻。哦哟，这世道变得来，人心话在啦。太太，老爷你这与高老夫子谈天呀，你先去吃饭吧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哦，祥林嫂来。太太，他是为家山中人，是我娘家亲家乡邻。今年春天长富士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长一生。他愿意出来做帮佣，出席上文样门，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道太太苦成心啊！一心将他泪流下，苦惜他死路上，老爷苏泪不及还给他去真是世风实下，神仙不过。真是世风实下，神仙不过。堂两边不一晃荡，应当自长更猖狂。玉官子面不灵，地不服，地要当，上下最会见不顾。红红知道琵琶，莫见是世风实下赏风花，靠得了我啊，我刚所以大部队吵架
媳妇心结上吊，我不但自愿替她做这一片母子命，还特别声明不收钱。是啊，所以曹老太爷特命小弟前来向四老太爷当面致谢。我还把我们一封做的18节征文题目叫做《接物言》，特别表彰。故曰：我是四小，实际是他。这无非是挽救侍奉诚信罢了。哪里，宋子举不是小弟当面恭维，怎奈听君一席话，生动10年书啊！可惜小弟今生与错误战胜，不能常待高人，只有改人再来请教。老夫子既然鬼忙，不便强留，请告辞。请。告辞。吕布，最好，吕布，最好。老爷，为老婆子来啦！见过四老爷，见过四老爷，见过四老爷。哦，伊是为老婆子娘家的金陵，今年春天恭死了丈夫。是个寡妇。另外有婆婆小嫂，因为穷，情愿出来帮佣。我看人为老实，老爷侬快可好啊？是。哎呀，年银三变了，用人难啊！先试试看再说。老孔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睡了半把道程。可恶，谁人？在账房里呀。为老婆子，太太，咱们娘日限时3天，规矩照去。好的，谢太太，向老师，侬好好在这里做，过3天我再来哦。为老伯伯，真太谢谢你了。不要谢个，真太谢谢你了。不要谢个，谢谢你不要谢了。个。买了账，母老郎下了街，我老老与老母再战几个下眉间，这是天不从人愿，多算个财星化成灰，我还是再去寻，我还是再去寻。
寡妇万不怕破烂我家，这个叛逆的寡妇到今朝都你现在不晓得跑得错地方去了你。哎，这明明倒虚个童弟，又要了公仔，哎，哎。可何不的一个女人，虚里吐了这套路，好像是强邻说吧？对，是强邻说，是强邻说。正好比是一步登天堂。就只是家境贫寒人虽少，开城以来是农事阿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拜拜老爷太太多原谅。东忙是人虽少，我特来领你回家门。娘，我在这里做美容也有5万的工钱，减少程度也好给家里玩杂，我不委屈啊！他的这个眼里满身恨，道理总要讲清，哪里要来谁来去就去，何况雨总冒雨。太太，江陵嫂，能早晚起来。媳妇，娘，你先把我几个东西拿回去江陵吧。啊，媳妇，媳妇，哎呀，太太，你千万不要生气了。我要是没有办法，我力穷强邻死，老的老，小的小啊！可媳妇分为去嘛，叫我哪个办啊？好了，阔阔体体，趁我体统。老孔，老爷。去把强邻嫂的工钱算出来。是，老爷。既然他婆婆要他回去嘛，是啊，要回去嘛，还要做到月底，这是规矩嘛。老爷太太是两大幅度了，
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等过了忙头，我再叫伊回来帮忙，可做到月底嘛。哎呀，太太，你们是大户人家，人数多，不缺过半人的。我们是小户人家，是可以吃的啦。订好嘛，今朝就让我带伊回去啊。那有假便当？老爷，明早还要过节呀。学到月底，哎呀，老爷，讲定算了，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方才我算了一算，一共1250文，江林嫂上去借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那接他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真是两头发抖啦！小姨娘，好醉了。哦，哎呀，老爷太太，老爷太太，真是醉了呀！哎呦，谢谢老爷太太，谢谢老爷太太。老爷，算了。放心，强林娘还是只老看，再不出来，今朝就要回不了山里了。哎呀，那放心，这种事情我精选得多，这拖辰光发拖日脚哦，今朝发到手是发过门哦。哎，嘿嘿嘿，那宝宝嘛，老居终于得吃个啦，啊，哎，哎。强林娘。那个我已经讲好了，哦，要做到月底啦。啥？做到月底？哦哟，侬真是老带来的他心细门子。要是我花侬的老他母，侬真是那越老越不懂。上次是侬看风不进个长了步，这桩妻子一拖拖成3月多。何家哦，等上胡老老，害得我可知定啊雨伞，不晓得跑出多少冤枉的路。今朝侬媳妇就在眼面前，这刚好个机会会放过，还会答应到月底，一分明个通风报信的差不多，叫侬媳妇再逃走，侬诚心与我辣子与难过。我老子，我只好同侬搭头调，我家哦娶来抬侬个老太婆。我为这外面婆娘有苦也扶持啊诉。老爷太太不答应，我总不好去硬哭。我是连哭带笑都做过，现在要开路老郎去对付。好，人不成功。一切事情交给我，四老爷们就是不好动词。哎呀，动弄不得干个！老婆子，哎呀，好自家的，帮帮忙啊！来，帮忙！来，帮帮忙啊！来。
侬啦，为做人我，老陆啊，看得侬个嫂嫂，今朝总算才认过来，不容易哦。侬是有做嫂嫂，有做娘，是有心我。但是侬讲得好呀，还不是托侬30婆个福。30婆啦，没啥个东西好送，喏，只有个2只团生鸡蛋，是我一点点的心意啦。不用啦，哎呀，累着侬自家吃。点。是谁姑公？举进他公最好。举进他公，侬来啦？来了。姥姥还没回来。老了你老陆上山当然去啦。啊，当然。哦哟，年轻人不懂事，做好那么我还去当啥个男人？你是去当孤军小菜公。哦，日子过得真快呀！姥姥个嗲正亲的辰光还在眼前，今朝姥姥真亲生。新郎公回来啦！哦，新郎哥回来了。究竟他不？30婆，姥姥，今朝是啥个日节？侬还去打蜡？哎，姥姥是去当歌剧小菜哦。哦，姥姥还怕难为情嘞。是老实个。哦，一样的啦。姥姥个吊正亲的辰光，也是幸福着人的啦。你娘出来噻！你多少年的魏大嫂，你这样欺负我寡妇，是要断子些生的呀！来，我还不是为了侬好，那这老陆有啥不好的啦？不晓得比他吃了以后多少赔嘞！来，霸道！抱起来！哦，来，抱！准备，大家一起。吃老鸡吃，吃老鸡吃，三鸡不要忘记炒一炒。老都好好劝劝你啊！吃。姥姥，跟我吃了啊！啊，我吃了啊！姥姥。好了。
不能走，你身上不是有伤吗？不用你管，你不能走，天黑了，外面是有野兽的，不用你管，你不能走。他会不会去寻死啊？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长刀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算你力气大，强盗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你不能害我，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，倒也不去杀他。你这样徇私密我，闹垂掉人命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你要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你给我说东，我会替你好的。谁生是你？强盗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这不是为老拉呀，为何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好好抢我来为不讲好。强盗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我俩3岁多，这是自己从一碰大步，我虽是身上山崖一处坏，将军把他我不为重。强盗嘿。因此上拜托老拉没来做，这次房高高兴兴，太夫又谁知吵吵闹闹起风波。老拉做事太可恶，事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家山里老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界城中十人宽进有交在我，家贫富饥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我自己愿意，对面个辣子。他外甥一位将领外在府，二位小叔讨媳妇，我花举彩礼80钱，下妹结完不算数。80钱是80钱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不。
嘛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谁穷嘛，身体倒是也要紧的。你还去查？那么，你的账与10万呢？账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不把吃苦，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祥林烧开我牢笼，心里水凉甚多愁，情郎
新娘新娘，阿毛来。家打得真快呀！阿毛，新娘好看吗？好看。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脱下来，外面一做好了，一起穿。新娘子，新打扮，毛毛穿了真喜欢，弟弟可了咪咪笑，妈妈叫我好嫩嫩。好暖暖，好暖暖。好，我们来部队。妈妈，我要的什么队？龙花的。什么龙？山的龙。什么山？蒲雨伞。什么蒲？福的福。什么福？张元福。什么张？一出上。什么雨？字母雨。什么字？白花字。什么白？第18。什么菊？老娘鸡呀！老娘鸡，老娘鸡！阿嬷娘，阿嬷娘！阿毛弟，你怎么了呀？阿毛娘啊，姥姥伤刚好，好让他出去当狼爷，呀，真是当到了，可人昏倒在山里了。要好好的。洋洋，是啊是啊，哎，我们醉了，真太谢谢你们了，醉了，真太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啊！阿毛弟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还有什么？你看我不是又好了吗？你呀，阿毛，你看抵挡了一只狼。阿毛怕。阿毛不怕，阿毛不怕，这是只死狼，狼吃人，我们就不他皮。咦，成天怎么会有狼呢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上看见，也就是了。阿毛娘，今天当到的业税，下个月的利钱可以抵了。是啊，刚才大伯来讲，老帝王又来踩过闸了。弟弟，阿毛弟，阿毛弟，你怎么了呀？没有什么，习以为就会好的。我去烧碗蒜头做来。却不想，刚才出去的时候，吃过的冷坏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上环正刚好，怎么能吃冷的呢？我去给你烧点热的来，让你暖暖肚啊！阿毛，你到外面去部队，让弟好好歇一歇，不要走远啊！咦，阿妈，心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我有一只阿妈，还怕不怕狼？阿毛不怕。不怕，不怕。弟弟，弟弟。阿妈，你手下不得，你要去西我。弟弟家狼，弟弟家狼。乖，到门口去部队，你要西我。妈妈，我要的什么的？芦花的。
里啦？大爸，姥姥上完这方法痛得很呢。姥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我腹中是惊啊，看来是不为好了，小弟有言拜托。
是啊，连你都想不成嘞。为啥不早早教教好人？我为教的这个，每年都为那短命的短工到起。我想来想去啊，我还是想起那个蒋林嫂。强林嫂，强林嫂，你看看比看，就是强林嫂。要你来蒋林嫂，打一个长的了。他自从嫁到顾家，实是顾得老外好，还生下一个胖儿子呀，这个办法。好了，唠唠叨叨，让老孔再去找一个短工来。老婆，我为教的这个。一天到夜什么人家的事体，自家屋里向的事情嘛，一点都不管的啦。老孔，老孔，哦，太太，老孔，快去寻个短工来。太太，这几天过短工，工钱恐怕要高一些了。年三别了，高就高点嘛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哦，后面好像要跟这个蒋林嫂。蒋林嫂，蒋林嫂啊，来。老得多了嘛？哎，你当了谁的笑？太太，这真是天雨不测风云啦！自从他嫁到山里后，不见过得到人，谁知道丈夫得了伤害事，阿毛又被狼拖追。阿毛孤苦伶仃无依靠，阿毛又被他把守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难途十郎，还让他来受。昨年，我真傻，我真笨，真的，我单知道下水天，夜睡在山坳里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我哪要一只小篮子，盛了一篮头，叫我那阿毛锁在门口后头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他句句都听。他就出去了。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这样，我就寻。到了山坳里，只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儿子。我怕呀，我怕阿毛被狼吃了。姑嫂呀，这起阿毛
还仅仅捏着一只小人子，写诗作孽。太太，我想嘛，府上总要用人啊。3岁呢，不是10岁。这个现在呀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好心心做了起来。太太，侬就做好事，收下他吧。好吧。不过江林嫂，你在我这里做，可不能哭哭啼啼，老爷是在外急。哦，对嘛，你把江林嫂的包裹拿到后房去吧。江林嫂啊，侬好心心做了起来。为老伯伯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不要想。阿毛不见了，我这样我就到此行，到此行，到此行。江上，侬迷倒好了没有？啊！哎呀，我还没有到你。哎呀，江林嫂，江林嫂，那后来怎么样呢？我到此行，只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儿子。那阿毛呢？只见阿毛，他躺在草窠里，他肚子里的腹肠都被狼吃空了，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只小人子。公文啦，公外啦，我还一遍都没听见过你。江林嫂，侬再讲一遍。啥啥，我还想再听一遍呢。唉，我真傻，我真笨，我单知道下些天也是江林嫂，侬不要再讲啦，太太已经发脾气啦，一天到夜，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我真笨。
哦哟，才姑，才姑。不要拿阿毛玩我着，也给予他这般大了你。祥林嫂，侬不要再讲了，太太来了。哦，祥林嫂啊，这怪侬个命发好了，侬想开点啊？今朝这故事倒蛮好听，明朝我叫七金个娘也一道来听听。阿女啊，阿女啊，这么晚了，还不困觉？起。阿虎，去叫阿贵来，这里7万个人，没做事情的啦。明朝说法，连设计在我的人都没啦。太太设计在我会个呀。侬去叫你啊。也守在山坳里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。哎呀，祥林嫂，侬又来啦！花瓶啥？啊？
还不晓得呀？侬做了两次寡妇，搿双手是不管不净，搿些东西呀，太太是不让侬碰的呢。祥林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时候长起的吗？啊，疤。哦，哎，祥林嫂，我得侬想想，侬实在是不合算啦。祥林嫂，侬实在呀美，侬索性常思到关那心，如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痕，告别谁家当花饼，再是你第二个丈夫与伤命，更是一件他人命。将来你到营市去打两个四鬼罗人，还要打一针。到那时你注意难，哎呀有一难，你我只好把你一句两婚分。李妈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说是真的了，侬不相信？侬不相信？我拿牛来包出给你看了。你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谁替你我欢欢相随？李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个，只怕侬做不到。李妈，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祥林嫂，侬还是去到珍稀土地呀娘，去转条门开，安住替身，让亲人他来派人夸，说了你这一世他人命大过分。李妈，哎，李妈，侬那头擦好了没有？哦，擦好了，擦好了。太太说擦好了，拿到大厅去，作为礼品啊，礼出来哈。好好。祥林嫂，实在很，实在很。
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。不是去到真心不明了，倦了门槛中的神，扬起神堂。妙竹爸爸，妙竹爸爸，妙竹爸爸，侬个才艺啦，倒是蛮长的。不过侬要卷门槛啦，侬哪个卷得起？妙竹爸爸，卷要门槛到底要多少钱呢？至少20钱。20钱，根本哪个卷得出呢？本来嘛，侬哪个卷得起？妙竹爸爸，你总要想想做好事个呀！侬每月工钱多少啊？我每月工钱只有500文。500文？搿侬诚心要捐个？是啊，是啊。让我再算一算。哦，成功、末了、缺失，最少还要12千人。12千？侬每月工钱500文。做2年嘛，就能12千了。2年，12千最少了，最少侬就不诚心，不诚心捐出来也不灵哦。哦。满不情。
祥林嫂就门槛去了。去门槛去啦？是啊，祥林嫂个人啊，真是阿弥陀佛，今日把命啊害死啦！最好了，最好了，最好了，门开一条。这个最好啦！你妈，阿虎，苗子生真有出山去同门，元宵节节好祝好，30两福金旗与3尺宽1尺高，自从他你转不进，13雨淋也拦不了，从今两天人他万人马，我一人好说掉呀，好说掉。好，从今此呀，你的财命都与门槛代替了，要做好用啦。李妈、阿婆，你们有空的时候呀，也帮我去带一带啊。好个，好个。
已经眷顾了呀。什么眷顾了？门槛眷顾了呀。什么门槛不门槛的？我的债已经说过了呀。说财？你在上峰派出不祥之福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财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阿婆，快去问一问来，快去问一问来！哎呀，降临嫂，今朝是啥个日子？啥个日子嘞？不图他，不图他讲些什么？老孔，老爷，去把他的供件算出来，叫他滚！老爷，我早就关照过你，这种上风爬入的贱配留不得。哎呀，这光我一时心热，看他可怜，才是也不成这个样子的啦。老爷，公鸡他已经全部拿走了，只剩下这几十万零头。拿去他，叫他滚！
老的命啊！
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去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去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去告诉去呀？曾经。